隻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舉辦嘅前世今生九龍仔新書發佈會暨前世與今生我們的九龍仔講座。前世今生九龍仔唔單止係一本地方志，更加咧係一部充滿溫度嘅回憶錄。今日咧請咗幾位重量級嘅嘉賓，講一講佢哋自己個人嘅九龍仔嘅故仔。其實咧，九龍仔嘅疑惑咧，我係住喺九龍仔，行到去經過九龍塘咁遠咧，都係叫做九龍仔。咁啊，點解會講九龍仔咁大嘅咧嚇？所以你話九龍仔呢個地方係咪好得意咧？係咪應該好值得去講呢個故事？好多朋友住喺九龍仔咧，裏邊咧每一段嘅文章，每一個嘅照片咧都係好珍貴，即係勾起咗我好多嘅回憶。九龍仔咧係一個好有人情味嘅社區嚟嘅。咁啊，九龍仔我又留下咗啲即係足跡，行得踩住個鳳凰牌單車，馳騁呢個大坑東，咁啊好多遊客咧成日喺度影相。